看什么？没什么。阿兄刚才怎么在那儿？练武。这么早？练武当然要勤耕不辍，否则难以精进。倒是你想来见我，为什么不来这儿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给督主调养身子的汤药。督主早年身体受过热毒，经脉受阻，温养了好些年才好转，但还是得一直服用汤药。很要紧吗？别听他胡诌，早年的事早已无碍。有心事？阿兄，